九龍城一年一度潑水節活動，18區日夜都繽紛，去龍城美食潑水太繽紛2025在賈炳達道公園舉行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嚟到呢個太繽紛咧，雖然咧落雨，但係咧都頗多人嘅。咁啊好期待。咁啊，啱啱兜咗個圈咧，其實咧都係唔錯嘅。主席，喂，我想問下咧，而家咧你喺度虎視眈眈緊咩先？係排緊隊啊！呢個泰式按摩體驗係嘛？好係嘛？我見好似有得按摩體驗啊！全部排滿晒喎。係啊，要排啊！喂，訪問下你舒唔舒服啊？哇，好正啊！係啦，哇，有哪吒，哇，仲有猛男添啊！係啦，支持啊！嗱，我而家咧就喺現場啦。咁啊，後邊咧有一個好熟悉嘅面孔，嗰個咧就係一個係 Anita 啦。咁咧佢喺 C23啊，咁啊同我同23有緣啊。咁啊，今日賣啲乜嘢啊？有好熱嘅蝦肉嘅，係可以有嘅食物，同埋好熱嘅咖喱山水哇！聞到都流口水啊！幫襯下先 ，yeah。可以見到咧，今年咧係比上年或者過往一兩年咧係精彩人，有多啲咧泰國特色嘅一啲我哋叫擺設啦，哇嚟啊，幾咁有特色係嘛？咁啊一定要嚟啊！咁啊，一年一度咧嘅潑水大喜繽紛咧就嚟啦！咁如果大家之前咧見到我有做一啲宣傳啦，都見到好精彩嘅。今年咧特別咧多咗啲咩？多咗猛男啦，多咗攤位啦，多啲佈置啦，同埋咧多咗好多不同嘅活動。咁呼籲大家咁啊記緊喺13號之前啦，嚟到咧九龍城廣場隔離嘅球場啦。咁啊咁樣演繹咧，大家簡單啲，咁啊參與咧一年一度嘅泰國潑水太繽紛。現場洋溢着濃厚的泰式節日氣氛。今年適逢中泰建交50週年，今次的活動讓廣大市民參與泰國傳統節慶送乾節，促進了兩地的友誼。特區政府將努力深化與泰國的合作及交流，為雙方的繁榮發展增添正能量。除了精彩的娛樂節目，市民亦可以體驗地道的泰國美食。今年的泰國特色市集和商戶數目更加勝往年，除了售賣泰國小食，亦有泰式按摩體驗、泰拳比賽等。今年還特別推出消費大抽獎，獎品特別豐富。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和泰國駐香港總領事非常親民，與我們一起盡興，在潑水節期間文化共融，促進民心相通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